那么首先今天要问候，就是前来参加这一次活动的干部、教授师、善知识，还有所有的尼众们等等。还有透过网络收看的各位法友们，首先问候大家。那么今天呢，是继续讲解法王噶玛巴米居多杰这个妙行自传。那么今天呢，会讲其中的23、24，还有25这3个颂文。如果配合这个桑杰巴珠他的科判，所以我们这里来看一下。那么主要是现在讲到了实践上士道之法，那么其中又分为动机、发菩提心之法、行动、观修2种菩提心，还有第3学修2种菩提心学处之法，这3个部分。那现在是讲到了第3个，就是学修2种菩提心学处之法。那么在学修2种菩提心的学处这部分呢，它又分为7个部分来讲，就不每一个都说。首先，我们现在讲到的是第1个，也就是学修6波罗蜜之法。那所以6波罗蜜是有6个，所以这里面又分为6个部分。那其实呢，这里面只讲了5个，因为他并没有特别讲那个第6个智慧波罗蜜。那总之，其中第1个是布施，那我们昨天之前课程讲过了。那么现在会接着从第2个，也就是持戒这个波罗蜜开始讲。那么持戒这个波罗蜜，它的主颂就是这一个：供施等一切所做之事，先为正等觉佛之因，循妙善施罗而行，弃佛所受之戒律，此为我妙行之意。所以这就是持戒波罗蜜的这个颂文，也就是妙行自传当中33个颂文当中的第23个。那么在米觉多杰的教研集当中呢，有这么一部，就叫做学习传记之教授。所以首先我想讲一下这里面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那这里面的提到了一些重点有什么呢？也就是我们说很多的一些纠纷的根源，或者很多这些世间上的纠纷也好，麻烦也好，这些的根源其实主要都来自于
我们对于财富等等这些物质上的执着而产生。所以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那么如果不解决、不消除这样的对于财物、物质上的贪着的话，我们呢很容易就会因为有没有得到佛法，或者有没有得到金钱，或者说能不能够得到再多一点的金钱、再多一点的东西，或者说得不到等等，而升起各种贪心啊、嗔心的烦恼。也由于因为我们这些贪嗔的烦恼的升起，进而呢又会升起各种违背戒律的这种可以说污点还有过失。因此所以无论我们是想要用怎么样的方式去利益别人，首先呢自己要做到的就是随时随地都不可以有丝毫就是为了自己求得身心安乐，或者说这种自利的这种私心都不可以有，而要像是这个诸佛菩萨一样，他们因为大悲心而自然而然的利益众生，他们没有丝毫的这种想要炫耀或求得回报的心。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要断除对于这些物质上的执着，真的是要放下，断除这样的执着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够这样做到的话，那么菩萨的摄律仪戒也好，摄善法戒也好，才比较有可能真的能够做到持守清净。那这一段呢，就是出自法王米觉多杰他所写的《学习传记之教授》这样一部文章当中。那么接着针对这一段颂文呢，我们再引用到桑杰巴珠的注解，我们来看一下。在他的注解中是这样说的，他说现在很多人，他们外在看起来好像在布施、在持戒，他们装模作样的，这个一生中根据着显密典籍中所说的这些布施等等善法，好像在做这样的修持，但实际上，如果你真的去观察的话，会发现他们的很多的行为，他们的行持，其实是不如法的，也是违背佛法的。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做不到，他们没有办法如法的行持，也无法做到不违背佛法。所以因为他们做不到，那这时候他们就假借一些托词。那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就说这个三戒就是别解脱戒、菩萨戒跟密乘戒，就是在谈到说三戒该怎么取舍的时候，他就说已具备三戒中上戒的功德，过患已被降服。就说具备了上戒的功德，那下戒的各种过患都被降服了。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是做不到很多像别解脱戒这些下部的戒律，但是他却假借说他已经具备了像密乘戒这些功德，所以说下戒的违背的过患也都被降服了。然而如果说是
但是呢，这些人其实各种违背戒律的行为他都做了。当然，如果是大小乘戒律中一些能够开这些开许的，那当然是不用说。但是那些遮止的戒律，他们却全部都违反了。然后当在譬如说持守3戒的时候，你就要做一个抉择，就是说那这时候他们还大胆的会说，就是在遇到3戒的这个取舍的时候，他们居然说他们会说要以上戒为主，就是要以密乘戒为主，就是这样的一种说法，实在是非常的大胆的。这样的说法其实对自他的修行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总之呢，我们说3戒的这个修持3戒的持守，这是所有佛教徒都应该关注的重要的一个主题，尤其在藏传佛教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藏传佛教跟其他教派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具备了小乘、大乘，同时也在修持密乘。所以当一个藏传的行者，他要同时这样子修持这个大小乘还有密乘的时候呢，那么在对于戒律的持守上，到底这个3乘不同的戒3乘戒哪一些什么时候应该开遮持守，哪一些该怎么做取舍，这就是很重要的了。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些藏传佛教的祖师们都特别关注3戒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比如说萨迦班智达也写了3戒律的这样一个注解，还有宁玛派当中呢，还有这个很著名的一些注解，像格鲁派当中，像克竹杰所写的也有一个这样的注解。噶举派来说，也特别注重3戒，像达隆噶举也是认为是达隆噶举的一个特点。冈仓噶举来说，就是也有很多弟子会去看阿里班经所写的这样的一个3戒律的这样的注解。所以总之呢，针对3戒律的这样的著作是非常丰富的。从这么多的著作上来看，就知道这个过去的祖师们他们是多么的重视这样的主题。尤其在认识3戒，还有在谈到了3戒的开遮持犯的时候，这些大师们更是谈得非常的详细，尤其在不同的这个派别乘法中也有不同的一些说法。这并不是说藏传佛教在自己说好像很了不起，自己3戒都在修持，但其实真正当我们深刻认识到真的要修持这个3戒的时候，的确它是有很多的那些有一些开遮持犯的地方是特别要注意的。这些关键点如果没有把握住，
如果没有掌握到它真正的意思的话，那么就有很可能生起邪见，甚至呢做出了违背戒律的一些行为。那么讲回到这个注解啊，他接着说，那法王米居多杰呢不忍于此，他会对于那些修持小乘戒律的那些弟子，他就会教导他们小乘的学处。还有一些弟子，他是特别能够承担起菩萨乘法的这些修持，那么就会教导他们出自于这些菩萨乘的典籍的各种的学处、各种的内容。再有一些弟子呢，是特别能够修持金刚乘教法的行者，他就以这种出自序典的这些内容呢，给予教学。总之呢，他会就弟子各自的这个根器的深浅、高低，还有他的资粮累积的这些多寡，然后呢，教导他们适合于他们各自的这些取舍的这些教法。所以他从来不会告诉那个没有办法做到菩萨戒的行者，去一直跟他说菩萨戒有多重要。同样，他也不会去跟做不到密乘戒修持不了密乘戒的弟子跟他说密乘戒多重要，他不会这么说。所以他从来不会让弟子去做他所无法承担的教法。那么其实就像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母亲她很善巧，懂得如何照顾孩子是一样的。一个有智慧、有经验的这个妈妈，她这个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她一开始不能够一开始就给他这些大餐呢，各种的餐点。刚开始太营养是不行的，是必须是可能小婴儿吧，就是从这个奶嘛，牛奶开始喂他，然后慢慢的长大一些，然后呢，可能再吃一些营养的，可能像藏地酥油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慢慢才是成人能够吃的这个东西。如果一下子就给一个婴儿吃成人吃的东西的话，食物的话，那么这对小孩是有伤害的，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说要依照弟子的根器，他的心性而给予教学这个呢，可以说就是米居多杰的特殊的一个心意之一。接着这里也说到，就算是一些瑜伽士他具备了这个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乘戒，就是说他同时能够修持这样三戒的瑜伽士，但是只要他还没有能力转变自他显相之前，他都不可以在他人的面前呢做出任何违背这种下部戒律的行为。我们说三戒当中，他可能具备了密乘戒的这样的瑜伽士。所谓的他还没有能力转变自他显相之前，就是说他还没有真正完全的开悟，具备甚深正悟之前，那他都不可以随便的说没关系，我也可以就是做出一些这个违背别解脱戒的行为也是可以的，他不可以这么说。总之呢，在利他的这个因缘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任何这种以利他为借口而做出的这种伤害自他的发心和行为都是要极力避免的。
其实这部分在米芝多杰的教演集当中呢，也一再提到。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假借着说要利他、弘扬佛教的这个打着这样的旗号，但其实呢，却是在增长自他的烦恼。那这样做呢，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所以其实米芝多杰并不喜欢那样子的太那些那样的那些行为。接着，所以法王米芝多杰他也知道说，比如说从初学者到一个瑜伽士、成就者到最后到成佛。总之，如果这个还在初阶者这比较在下阶位者，如果他想要修持到上阶者的行持的话，他的修行呢是会出现障碍的。比如说，如果你想做到瑜伽士的修持，你首先要具备这个瑜伽士的一些条件。同样，如果你想要做到成就者的修持，你首先你的内心如果不具备一个成就者的一些断证的功德的话，你也不能够随意的就去做一些大成就者才会实现的一些行为。所以如果说你还不到那样的程度，就想做那样程度的一些行为的话，这样的修行是会出现障碍的。所以呢，法王米芝多杰会非常善巧的指导他的弟子们。那他会观察弟子们他们心性开展的程度那么给予教学，给予适合他们各自的这种渐修行的这样的指引。那在做不到的情况之下，如果勉强弟子去做过多的修行，或者持戒，或者要他做过多的学习，就说如果超过了他这个本身的这种戒律誓言，还有他自己的修行的这种能力范围的时候，因为他做不到了，但是他还勉强他要这么去做的话，这对于他今生甚至未来生多劫当中，这个弟子的心都将难以恢复。就是说，他可能都难再成为这个法器因此呢，他也不会这样子要求弟子。他希望弟子都能够踏实的修行，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好好的这样子的修持。所以米芝多杰呢，总是以大悲心带领他的这些弟子们，告诉他们正道是什么，而且按部就班的带领着他们。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子的带领着他们呢？这个关键在于什么呢？关键就在于这个一般来说，我们说任何一位大师，他们总是在想的是什么？他们深切相信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知道说，
真正能够帮助自他得到暂时和就近，或者说长久的快乐的方法是什么？可以说最好的，还有一定会有帮助的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断除对于他人的伤害，还有利益他人。所以过去的这些大师们这祖师们，他们都深切相信这么一点，就是不伤害他人，要利益他人。由于他们内心具备了这样的一种确信，所以在他们利益，在他们在指导他们指导其他人的时候，他的这样的一切的利他的作为是非常的自然而然的，因为他知道这是唯一能够带给众生快乐的、就近快乐的唯一的方法。因为他知道这条路是绝对不会错的，是绝对不会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子。同时呢，在这过程当中，他也完全是真诚的，完全是自然的，完全没有任何的我们说叫猖狂跟这种诡诈的情况，完全没有这种情况，因为他的内心是深切相信，他不只是说知道听说过修持佛法能够带给人快乐，不是的，他是真的深切的相信，而且他真的感受过、知道、领受过这样子的利益。所以我们说，在法王密支多杰的身上看不到有一丝的这种虚伪，也看不到世间八法，也看不到任何一点这种利己的这种私心。一般来说，很多世间人都是我们说，这是表里是不如一的。很多人呢都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法王密支多杰他是光明磊落的，他是表里如一的，他不会，比如说人前表现出是修行者的样子，然后却在暗地里呢是造恶，不会的。因此，无论呢他是和像千百位大众这个相处的时候，还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的身口意的他的行持都是一如的。所以无论是他熟悉或不熟悉的，或者说亲疏贵贱，或者无论是公私，或者说敌友，他对于这一切呢，他都是可以说一视同仁，他都非常的正直平等对待他们。因为如果是一个这种表里不如一的人那可能他会特别在比较这个亲人面前是表现出一个样子，然后在不认识的人的面前又表现出一个样子。但是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所以他也没有这种亲疏贵贱之分等等。所以任何时候，他的这个他的身的行为呢是非常的自然的，然后他的言语也是真实不虚的，
他的心意呢也总是真挚的、真诚的。然后你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任何他是不是在顾虑着什么、猜忌着什么，或者他有任何的担忧、恐惧这样的情绪是没有的。还有呢，很多时候别人来见他也不需要担心什么、小心什么，因为法王米直多杰是非常光明磊落的，他也是一个有话直说的人，所以身边的人去见他的时候也都很放心，所以不需要刻意小心或担心什么。所以每一次周围的人见到他都会感到一种很殊胜的感觉，然后并且呢马上会升起信心。由于他没有任何需要隐藏的，比如说自己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对、做错事、过患，不可告人的一些事情，他没有，所以他没有任何需要隐藏的这些过患。同时呢，他的心中呢，这个烦恼是很少的，他了悟到一切显象都是这个游戏变幻，所以平时看到他的很多行为，有时候就跟这个小孩子是一样的。我们说有时候小孩子的行为就是他不太管别人在想什么，这他是也可以说是很天真、很自然的。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说法王米直多杰他的很多的行为他的心中是没什么烦恼，然后呢，他的行为上就是因为他了悟一切显象都是游戏变幻，所以他的行为就跟这个孩子是一样的。同样呢，也从来我们没有从他身边任何人那边听过他们曾经想过或者听他们说过这个法王米直多杰有什么样的恶行。所以因此呢他们说只要越和法王米直多杰相处的越久，认识的越深这些人的信心跟虔诚呢也就越加的强烈。不然一般人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是刚见面的时候，哇，好庄严，好殊胜，信心满满，然后但认识越深，了解越久，心中就开始想，怎么这个人不像是我刚开始看到他那个样子等等。就像藏族有一句话说，要不就是看一眼就知道，要不就是要不等3天才知道。就是说这是第一眼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初次见面的那个第一眼，初次见面那个的确也很准确那个判断。要不就是等了3天，认识3天之后的那个认识，那个也是蛮重要的。就是相处3天之后，大概其实你也能够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总之呢，这里就提到越跟法王米直多杰相处越久，认识越深，那信心虔诚呢是会越深的，越强烈的。总之呢，由于法王米直多杰他自己的身口意，因为远离一切的过患，所以他就没有任何的这种我应该要注意什么，
然后他也没有太多要什么这种忌讳，他也没有这种懊悔等等，他都没有。所以呢，他就没有这种顾忌，这种要防护之心都没有。其实这就和我们说佛经当中看到形容佛陀，他具备了一种三不护的这样的功德是一样的。所以当时很多弟子就有这样形容，米支多杰也具备了这样子的三不护的功德。另外，我觉得在佛米支多杰传记当中哦，他提到很多特点嘛，我觉得还有一个是非常特別的，那就是他就会就是他是很是什么？就是他会直接指出这个弟子的问题，并且呢，还告诉他说：你要怎么做消除你的过患，你要怎么做去开展你的这个功德等等。我觉得，之所以他能够具备这样的功德帮助弟子消除过患、成就功德、成就这样的功德，他之所以具备这样的力量，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非常的清净。如果自己本身还充满了过患的话，那么他其实也很难真的指导他人。所以要不呢就是自己没有过患，然后教导他人；要不就是自己有过患，但是呢，不管这些，假装没什么，然后还是继续跟别人讲啊。就在之前主巴敦略大师就有这样一段故事哦，他就说有人请他说法，他就说，他回答说，说法不容易，说法者他必须是没什么过患，要不就是这个说法者他有过患，然后呢他很敢，他还是敢说。我呢这两个都不是，所以呢我不为你们说法。所以总之呢，在这个帮助别人能够消除烦恼，这个最好的方法其实就在于说自己能够自己能够做到这样的修持，这是最重要的。尤其当自己的这些善行都清净的时候，那么自己你所在的任何地方也都会是和自己一样的行善之人哦，类似这种物以类聚一样哦，都会是行善之人、具备善心的人相聚在一起。不然，我们说如果自己的心中是充满了烦恼、充满了过患，那么还对于他人这个消除烦恼想要给予指导，但那样的指导会是可以说是徒劳无功的。那么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可以讲一下这个五比自赞的第6个颂文，那因为内容呢是刚好相符合的。去年呢我们讲到了五比自赞的前5个颂文，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第6个。那为什么说第6个颂文呢是有相关呢？跟这里
这是因为第五世萨玛巴他撰写了一个无比自赞的一个书文，这个科判里面呢，就将这个第6个颂文，它归类在就是持戒波罗蜜还有禅定波罗蜜当中。它持戒波罗蜜形容成是不受烦恼牵制的持戒波罗蜜，还有这个能够压制烦恼的禅定波罗蜜这个当中。那这个颂文就是不被烦恼恶念于蒙生亦有对治题，不舍任何诸善戒，利他善友，我其妻。这里简单解释一下这个颂文哦。这里说不被烦恼恶念于，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不要被各种的烦恼这种还有恶念所控制也意思就是说，当嗔心升起的时候就以例如慈心这样的对治法来防范。那这里将慈心比喻为这个提防就是水提这个提防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为了避免这个比如说洪灾或者说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就必须要先建好这种水堤来防范这些洪灾、水灾等等。然后接着不舍任何诸善戒的意思呢，就是知道这种善戒的殊胜然后不舍其他。那最后一句呢，就是齐情，这些利他的善友要齐情他们。大概简略来讲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比较再多做一些解释，我们就用巴沃祖拉称瓦的这个贤者喜宴当中有对这个颂文有一些解释。因为贤者喜宴当中在讲这个第8世法王的传记的时候，主要就是依据这个赞文而写的。所以贤者喜宴当中的解释是这样子，他说任何由于三毒烦恼所造作的恶业是极为可以说险恶和不善的，因为它只会带来这种恶果。比如说贪心嗔心，我们因为这样的烦恼而造作的恶业，它带来的只有这种，它绝对是不善，它只会带来恶果。然后任何带有对于此生执着的这样的发心还有行为，就算表面上它是在行善，但那也只是这个相似的佛法，也是只是不究竟的佛法。所以真正的法是什么呢？是至少你是要舍弃今生，然后你至少要想到来生这是很重要的。再来，如果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所以这是第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要至少要舍弃此生是很重要的，要想到来生。在第二点，如果你因为贪着自利的极境然后就算精进修持，你会得到的也只是一种不究竟的涅槃。所以总之，前面所说的这样子的错误的发心也好，或者说这种低劣的发心也好，这几种都可以称为什么呢？就叫做恶念。所以这也就是这句话里面说不被烦恼恶念于所以这个恶念就包含了这个
这种错误的念头。错误的念头指的就是具备了三毒烦恼执着此身的念头，就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念头。低劣的念头是说只想到自利、极尽、解脱，这种叫低劣的念头，这种都可以称为叫恶念。那么接着这里说，米支多杰他刹那间也不让这样的恶念在心中升起。那么虽然说经典中说，当一个菩萨在即将成佛的时候，恶魔的使者会示现出变幻让这个菩萨升起这种贪欲、嗔恨和伤害的妄念。所以这里是在举例说，的确菩萨也可能会升起这样子的恶念。然而呢，菩萨呢，刹那间他就会以这种对治降伏，就能以这种对治来降伏。比如说以远分对治、断对治等等这些对治法来根除这些妄念。也就是说，知道烦恼升起了，知道它升起，然后马上用这个对治法去降服它。这有点像，就像前面说的，这是对治法，就像是那个水题是一样的，它都准备好着的。所以只要这个洪水，或者说这个洪水一泛滥了，它就能够决断这个过患，这种水流的这个蓄流，它就能够阻断这些洪水的泛滥。那么不舍任何诸善戒那这是指说要不舍弃初中后皆善的这样的三戒，而且还要让它不断的增长。同时呢，还有成为一切众生的这样的善友亲友。比如说，这里举个例子就是说有的时候，就佛陀来讲，有的人会在对于佛陀他的一边在那边用旃檀香为他按摩，但另外一边呢，却有人去用这个像这种小斧头一样在砍着他，伤害着他。这是做比喻就是对于佛陀来讲，他对于这样子在这个利益他但在伤害他的人，他都能够一视同仁。我们真的还不需要用到这样的比喻，只要有一个人稍微对自己说一些不中听的话，我就不高兴了，或者说一点点赞叹的话，自己就开心的不得了了。但是呢，你看这里做了这样的比喻，就是说旃檀香还有这个小斧头的比喻是一样的，就是一边是有人在那里用旃檀香帮你按摩，然后一边呢是有人用小斧头在砍着你，斧头砍着你，但是呢，他都能够一视同仁。所以这里是在形容所谓的善友、亲友，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具备这样的一视同仁、利他的这样的善友。所以这样的这种善友，成为一切众生的密友的这样的善友，无论他人如何对待，他都只以一个方式做回应，就是还是利益他人。所以甚至呢，他在这个任何时候，总之他身口意三门，我们说无忌的时候，他也都是在行持10种法行的。那总之呢，就先讲到这里，先休息30分钟。接下来
要讲的是六度当中的第三个，也就是忍辱，忍辱波罗蜜。那这个主颂，佛之教法，无论因或果道，初时亦修中得要旨，故修行非祸害之源，而唯对如来教法修法忍，此为我妙行之一。这是33个颂文当中的第24个。同样，首先我们从方米之多杰所写的这个学习传记之教授这篇文章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解释这个颂文的。那我们说一个菩萨，那么无论他为他人呢，就做出了多大的这些付出，或者说做出了多么大的这个贡献，那么他从来都不会想要说要得到这个其他人的这种赞叹或者说回报。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众生具备了说这种根本的一种愚痴无明，所以呢，他们是不知道感恩的，所以他们自然会有褒有贬。而且不要说对他人的伤害，这些愚痴的众生，他们对于自己的伤害甚至也都是无量无边的，从来没有停歇过。他们不断的在对自己也在造成伤害。所以对于这一些被愚痴无明所蒙蔽住的这些众生，如果不由我去帮助他们，还有谁会去这么做呢？所以这是一个菩萨他把握住的一个利他的一个目标，或者说一个关键。而且菩萨因为他一直在思维，他说，因为众生无始以来就不停的在行持这个恶业，所以直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得到一点点的快乐。所以只要想到这一点，一个菩萨他自然而然的就升起这种大的悲心。所以他是不会对于这样子不知感恩的或者伤害他的众生升起任何的嗔恨心，因为他是从根本上从原因上去思维这个问题的。所以就算这个众生再恶劣，再对他造成伤害，对于一个菩萨来说，他越觉得这更是他要帮助他们的原因，帮助他们的这更是他的职责所在。所以这是米居多杰的著作当中这样提到的。那么接着是桑杰巴珠的他的注解当中针对这个颂文的一些解释，他提到说，也是在这样一个末法时代那么众生因为无始以来这种对于恶行的这一种习惯一种串习，所以呢，他们总是可以说在烦恼的驱使之下做出很多这种恶行。
所以这里特别到，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浊世，就是末法时代，所以这些众生的烦恼呢是更加的强烈的。所以无论他们做任何事情，全部都是得到了，都是一些错误的取舍，所以最终得到的都不是快乐，得到最终都是痛苦。所以例如他们想要得到的其实是轮回的快乐，但是呢他们却打着这个弘扬佛教的这种旗号。有很多人他们在这样子做着，所以换句话说，他们的作为是颠倒的，他们装模作样的是在弘扬佛教，然后这时候别人还看到他们的是他们的确也很辛苦啊，好像在弘扬佛教，还忍受着各种辛苦。这时候别人甚至还说这样的人真是了不起，赞叹他们说，为了佛教的弘扬既然能够这样子吃苦耐劳，受这么多的苦。但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总之法王米居多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怎么样的看法呢？平时呢，首先米居多杰常会说，他说任何一个世间法你要达成，刚开始都很辛苦，那很多事情最后可能会成功，但是都不会是这个快乐的结果，只有这个痛苦。平时米居多杰都会这样子跟弟子们这样说。所以同样的，我们说轮回的，只要是轮回的快乐，其实它的本质就是痛苦的。他从来不觉得那些是值得追求的快乐。和这个相反的，法王知道这个佛法或者说真正佛教的弘扬它在开始、中间到最后各个阶段它都是善，所以呢他会愿意这个甚至舍弃他的性命，他都要安忍坚忍的去让佛法不仅是在自心上成就，而且能够弘扬利益到别人。所以由于他安忍成就无贪的这个善根，所以他就不会贪执妙语。由于他能够这个安忍于这种无嗔的善根，所以他能够具备一个特质，就是众生的痛苦在自身上成熟。那由于他能够安忍于无痴的善根，所以他能够分辨这个他是不是能够就是能够分辨出这是不是人天善道，还是这是解脱道，这两者的差别是什么，他能够分辨。所以如果尝到了这个佛法的真实甘露味，因为尝受到了、领受过了、知道了，自然而然的就会对于佛法升起信心，是一种很坚定的一个信心。那么这时候自然而然的对于那些非法的行持跟佛法相违背的不如法的行持，自然就会像舍弃污泥一样的
断除那些不如法的行为。所以一切的行为都如同诸佛菩萨一样的去行持，一切不如法的呢，都去断除，都要避免。米居多杰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一生当中，他就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就他在佛法的修行上，他是不会妥协的，他不会说不清楚的，没关系，反正是佛法也好，不是佛法也好，他不可以有任何一点的不清楚的，他非常谨慎的要分辨清楚的。然而身边的人呢，曾经呢，好像好心的跟他说，就好像是觉得好像觉得是对法王好，就好心的劝他说呢。总之我们之前看过很多他身边的人总是会这样跟他说一些话，这些人会这样子说，他说法王你这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这个排外，就是排挤他人，你也不知道怎么样真正好好的安抚您就是你的亲人，你自己的人，还有呢，你也不懂得怎么样累积财富，或者说你也不懂得怎么样这个招揽人心了，就是说你应这种你也不懂。还有呢，你也不去制止那种别人对于你的这个伤害，你也不去制止，你也不在乎。然后呢，你也不期待这个他人的帮助，然后也不去记仇，不记仇过去，或者说谁帮助过你，谁伤害过你，你也不记得。总之，你的性格呢是，你的心呢好像就是空的，很空洞的，很空泛的这样的一个人，好像是一个什么都不在乎，是一个非常空洞的一个人。如果你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你只会落得孤身一人，没有什么人会想帮助你的，你身边不会有任何人去服侍你的。所以你看很多人呢，是说是这样好心跟他讲，其实也是似乎是可以说是在诋毁他是一样的。同样也看到当时在拉萨、康昂区还有工部等等地方，也有一些其他教派的人也说，就是一些不太喜欢法王米居多杰的人他们会other party 的人会说呢，这法王是一个什么呢？他是一个无论在这个法上或世间法上都是一个很彷徨的人。就他们会这样子形容他，这是一个很彷徨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如果是一般人听到这样子男人的批评应该是受不了的。然而对于米居多杰来说，他不但不生气，他甚至听到这样的批评他却像是久旱逢甘霖一样，他是非常高兴的。他说对，我最需要的就是别人这样的批评或者说辱骂。原因是什么？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就当
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曾经说过，他说，当敌人开心，朋友伤心流泪的时候，就表示已经脱离了追求此生的这个队伍，或者说脱离了追求此生的这样的这个行列了。这就是自心和法相应的这样一个征兆。因此现在当佛法就像是黎明时分的星辰，那你看这时候的星辰光芒是越来越微弱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光芒微弱的时候，这样的因缘大概真的能让无量的众生真正进入到佛法，真的是太好了，所以他是非常高兴的。所以你看，当他受到这样的批评说他是一个很彷徨的人，但他会觉得这反而是自心和法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征兆。有人批评他反而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总之呢，对于这个米支多杰法王米支多杰来说呢，在他一生当中，很多这些修行佛法上，他遇到很多的障碍。那我们说中断佛法这些魔障那不只是说头上长角的那种魔，总之各种的人的事情的障碍。有的时候他是化身为敌人的样子，但有的时候是成为一个朋友的样子，倒不见得真的是变换成这个样子，而是说有的时候你身边，有的时候可能你的朋友他也造成了障碍，是这个意思。总之呢，无论他遇到任何这些障碍我们说无论是不是总之这些都可以成为是这种魔障所以无论这些魔障，他们用尽各种手段哄骗和威胁，这个米支多杰从来没有因此而舍弃佛法，舍弃修行。那这就是他不可思议的一个修持的一个事迹。不然我们说一般人，我们来讲，就是生活一生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就会觉得说算了，放弃吧。但如果说因为这样就放弃的话，那就代表说这个魔王他胜利了，那就代表天输了，魔赢了，是这个意思。所以无论生命中遭遇到任何的痛苦，任何的障碍，都不要放弃这个佛法的修持，都不放弃这个利益他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外在看起来好像是在受着苦的，但其实这才是真正的胜利，真正战胜了这个魔君。所以这个呢，就是他真正的所谓的忍辱的修持，不论是安受苦忍也好，或者这个耐怨害人也好，等等都是他的这样不可思议的一个修持。再接着讲到的是精进波罗蜜的学修精进波罗蜜。这个的颂文是呢，为获广大色身与甚深法身，不满于微弱动机或行为，今无量劫常以身心示成薄伽梵之身，此为我妙行之一。同样，首先我们看米支多杰他所撰写的《学习传记之教授》这样一篇文章当中是怎么解释这个颂文的。
就像之前我们谈到过，那么当我们在我们说自利利他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想要修行成佛这样的时候，我们总是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很多的魔障。但对于一个菩萨来说，这个就是他要安忍、修持安忍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修行的道路上，本来就是要有无量的各种障碍跟伤害，是我们必须要忍受的，这些是无法避免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如果说当别人伤害了自己，然后自己也这样子又反而再去伤害他人的话，结果这样子就是你颠倒取舍了，这是一种错乱。因为一个菩萨的行持本来应该是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你应该反而是要利他的，所以但你没有利他，你却再以伤害再去伤害他人，这就是一种颠倒取舍的错乱。那这时候的这样的一种颠倒错乱，其实就摧毁了自己的律仪戒、菩萨的摄善法戒，还有甚至我们说得证这个佛果来说，这都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障碍，最大的一个仇敌哦。所以对于一个菩萨来说，他必须要这个安忍忍受他人的伤害，这是他无法避免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些难以调伏的众生，在因为无始以来的这些恶行的习气哦，所以他们造成的这种伤害呢，也是无量的。然而呢，只要这些众生他们越多，那么这时候菩萨的这种利他的事业哦，也就会持续下去。所以首先菩萨他知道说，这样的难以调伏的众生是可以说遍满虚空，是非常多的。那他要一个菩萨要利益他们的时候，他必须具备了极大的一种欢喜，才能够做到真正利益他们。而这种欢喜，这里做了一个比喻，是要多大的一种这种热忱，一种欢喜呢？就像是节末的烈火一样。这种欢喜，这种精进啊，热忱，就像是节末的烈火一样，才能够将这个懈怠的这种丛林啊焚烧殆尽。不然的话，如果是贪着了这种我们说世间或者出世间那种不究竟的禅定法位，然后不修持深广二身这样的果位，然后自己隐居遁世在这种隐遁在这种极静处的话，这不是一个菩萨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呢，真正一个菩萨，他必须具备这样的耐怨害人哦，而反而更加的精进去利益他人。接着是就桑杰巴珠的注解，我们来做一下解说。这里提到说，有些人对于证得无上佛果，就是我们说显密上来说有很多种方式嘛。那这些人呢，他们对于证得无上佛果，从密乘来说是上根具福的弟子，能够在一生当中成佛，这样的一段话，他们对于这样的话是有一些误解的，就是他没有真的了解当中的意思，所以就字面的意思，然后他们去做一些解释而已。所以他们误解成为什么呢？他们以为呢，只要掌握到了，比如说方便多无困难的这些要点，那么总之把握了一些密乘的要点，好像就不需要长时间那样的努力和精进，然后呢，自然而然什么都不用做，这样就能够成佛。他们就对于这样的这种高深的这样的说法是特别的相信。但其实我们说什么是成佛，佛果到底是什么？所谓的成佛是指说这个佛陀他对于一切如所有尽所有的这些所知万法，他具备了无碍的智慧。换句话说，他遍知一切如所有尽所有的这些所知。由于他具备了这样的无碍的智慧，所以他就能够自在的无碍的开演出符合这个遍虚空一切众生每一个众生他们心意的这些教法。那最主要就是因为他具备了这样的智慧，所以能够开演出这样的教法。因为这样的因果因缘之下，因为这样子的因缘的缘起的具足，要能够具备这样的因果因缘能够具备的话，就需要有大精进才能够达成。然而呢，如果没有这样的大精进是不可能成就这样的菩提的。所以总之呢，他们并不晓得这个成佛的关键到底是什么。所以对他们来说，修行好像就像前面说这个密乘嘛，好像一生中就能成佛，好像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些人呢，他们的修行就是因为觉得世间的一些事情太烦了，所以呢就想说逃离这些世间的烦恼。他们以为这个就是一种出离心，然后但其实只是想逃离一些他们受不了的事情，然后可能几个星期吧，几个月吧，就说想去闭个关，然后去自己逃到一个隐遁到一个近处去闭个关。然后呢，因为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
然后到了那边之后，本来要得到这些衣食都不容易嘛，然后又要别人这个供养，所以这时候又说没关系，简朴一点也可以，但其实内心是受不了的。总之呢，他们以为这样的修行就是修行，而且就是所谓的佛教中的这种苦行哦，但其实都是一种误会。所以本来说世间的这些，我们说各种这些财富，所谓的荣华富贵，就不是自己的，本来就无需舍弃。其实真正要舍弃的，就是本来世间的这些就不是自己的，是不需舍弃、不需刻意舍弃的。但是却看这些人啊，他却将真正的三藏这种三学的修持的这些庄严呢，却全然的舍弃，然后假装成为我是一个遁世者，我要去闭关了，成为像这种乞丐一样的行持哦。其实呢，他们是根本没有这个搞懂啊，到底今生和来生这个到底取舍的关键是什么？然后呢，他们还把自己的这种，比如说有一点无念的感受、无执的这样的感受，以为那个就是明觉的心、明觉心，然后会说这就是三世诸佛的密意，然后还说我领悟到佛陀的密意了，我已经了悟心性了，我已经认识自心的实相了，从此我也不再有任何的想望，也所有该做的都做了，所以也不再需要任何的努力了。很多人是在这样说的，这样的这种可以说大话。然而，我们看到米居多杰的精进呢是怎么样的呢？他和这些看似精进的人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精进。所以访问米居多杰他知道，想要成佛，小小的心量，或者说小的这种欢喜，小的精进，或者短的时间，这些都没有办法让你成佛。或者说不就近的因和缘，譬如说如果不具备真正的方便和智慧，还有各种的这些我们说资粮的具备的话，也是不可能成佛的。这些不圆满不就近的话，也是不可能成佛的话。还有他知道，因此呢，他知道真正要成佛，一定要具备的是这种因为难忍的大悲心，而可以说因为大悲心而驱动这种广大利他的这种热忱，这是要具备的。还有，直到成佛之前，绝对不停歇、绝对不退缩的这种欢喜，还有绝不拖延的这种大精进，还有广大福慧资粮的因也要积聚，还有也要具备无量的信心、意乐和出离心等等这些助缘也都要具备，还有很多善根一定要具备，也就是无量的远离贪嗔痴的这些善根也都要具备跟做到。这些全部都做到的话，才有可能成佛。所以这里也提到，你可以看到他提到的精进，不就是一般的精进？这里提到老师说，直到成佛前都不停歇、都不退缩的、不拖延的这样的一种精进。那么一般
我们说在显称密乘里面都会提到这个成佛的时间需要多久能够成佛，有不同的一些说法。譬如说以密乘来说，会说在这个比较顿根的行者，密乘行者能在这个60声中成佛。当然这是指说在不违背密乘的这种戒律这个基础上来说的，等等还有一些条件要具备的情况之下而说。当然这就是就一个修持密乘的行者来讲，他是顿根行者，同时不违背戒律、密乘戒律等等一些条件之下，他能够在60中行者当中成佛。再来他的根器好一点的弟子行者，密乘行者能够在16声中成就。再来上根器的密乘弟子能够在1声中成佛，有这样的说法，这是密乘的看法。那么以波罗蜜多乘、以经乘来说呢，那需要多久时间能够成佛呢？那这个时间就很长了。一般我们会说3大阿僧祇劫。那这个还是快的呢，而且这是指说上根菩萨才能做到的，这时间非常的长，但这还是说上根菩萨，可以说就菩萨乘里面来讲，最短的成佛时间也需要3大阿僧祇劫，而且这还是指上根菩萨能够做到的。那么至于中根和顿根的菩萨需要多久才能成佛呢？他们需要经过37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呢，才能够成佛。所以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他们比如说要积聚福德资粮、智慧资粮等等然后才能够成佛。所以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波罗蜜多乘来讲，最快是3大阿僧祇劫。那么密乘来说，最快是1声中成佛。然而，虽然在密乘当中提到过，上根的具福缘的行者能够在1声当中成佛，然而呢，这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行者他在过去无量劫当中已经修持积聚广大的资粮跟福德所致，比如说他广大积聚了福德资粮智慧资粮等等，过去生中无量劫中已经修持跟积聚了。不然呢，他也是不可能在1声中成佛的。所以如果就算他是上根的密乘的行者，如果他过去生当中他没有完成他的这些资粮的积聚，他在这一生当中他可能也努力的这个积聚了资粮，但是也很难在1声当中成佛。所以这里要说的是，当一个行者他被称为上根器的行者的时候，意思其实就已经代表说他就具备了上根器行者的这个的，可以说他的定义。上根的行者的定义就是说，特质就是他过去生当中已经积聚了无量的这些广大的资粮跟福德了，是这个意思。总之呢，这一段在说的就是要成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真的必须要好好的去积福，
然后要积聚智慧、资粮等等。而且在这样一个积聚这些资粮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精进跟努力的。而且这个精进不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那种努力一下的这种，而是呢，真的是要非常非常非常精进的这种精进。所以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成佛需要的精进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做了一个比喻。就算是举例来说，如果3000大千世界都已经就像是一个大图书馆好了，都遍满了这个佛经佛典，然后你要将这每一个佛典每一部典籍当中的每一个字句都能够忆持下来，都能够背下来，你需要多大的精进跟努力才能够做到？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精进，是不能成佛的。甚至这里说，你就算具备了有这样子想要忆持这3000大千世界佛典的这样的精进，你也不满足。再来，他再做了一个比喻。这个我们说众生真的是无量无边的，是遍虚空的十方世界的众生。我们现在只知道的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地球上的众生，但我们说不只是只有地球上的众生，其实我们说众生是遍满虚空十方世界的。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算升起了想要利益遍满虚空十方世界一切众生都要成佛的这样的一种热忱，一种欢喜，我们可不可能生得起来这种心？不要想那么大了，光是你自己回到自己想一想，你有没有想过帮助身边多一点的人得到快乐成佛？大概也都没有想到太多。所以这里举个例子，你可以想象他想要利益无量的十方一切众生成佛，这样的精进，这已经是很不得了了。这文字上念过去不难嘛，就念过去了。但真正要想一想，回到自身来讲，是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这里在比喻说，成佛的精进比这个还要更精进才行，就是你还不满足于这样子的精进，就是想要成佛的精进呢，它是超越了你想要背下所有3000大千世界佛典的这种精进，还有它是超越了你想要利益遍虚空十方一切众生的这种精进的。所以要成佛的这种精进呢，它是什么呢？它有多广大呢？它是说，直到众生未尽，法界未尽，你都会不断的精进努力下去。你要有这样子的一种精进的心，才有可能成佛。所以重点是那个精进，它不就是一开始的那种欢喜有多强烈，而是可以知道它是一种持续性
就是持续到最后，坚持到最后的那种不断的精进，这是最更重要的。这是我们再回到法王米智多杰身上来看哦，他呢，当时呢，在可以说是遍学了当时藏地的各种的佛经佛典啊，他也从来没有因此而感到疲倦过。然后他当时呢，这个带领很多的弟子。然而我们也知道，他的很多弟子当中呢，也不见得很多都很善良啊，所以有些也让他真的蛮痛苦、蛮辛苦的。但是他也从来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而感到倦怠哦，或者说而说就停止不再帮助众生，从来没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米智多杰在他利他的过程当中，无论说他在著作的过程也好，等等，都遭遇到可以说成千上百的各种的障碍。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让他的这种欢喜，让他的热忱丧失过，或者令他退转过，这都没有。所以这一些，我觉得都是我们应该要学习和效仿的这个地方。尤其是这是米智多杰精进的这些故事哦，真的是我们应该要效法的。那当然，看过这样的精进之后，我们也不见得马上就能够做到，或者说升起这样的这种精进。如果说看了读了，我们现在也升起我也要这样子精进，也能够做到的话，那大家马上就成为是菩萨了。当然不是这么容易的。我们这也是为什么会形容菩萨他是一个勇士哦，就很有勇气的人。你会看到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很有勇气的，不是吗？就是千中选一哦，万中选一吧，就是要一个勇士哦，是很少的。所以为什么菩萨能够称为一个勇士，就是他真的是跟别人不一样，他具备这样的大悲心跟勇气，能够持续，能够精进，利益众生，永不放弃。所以成为菩萨，要作为一个菩萨不容易，那更不用说要成佛也不容易。所以真的修行哦，它是慢慢来的，一步一步来的。但是也不要听到说做菩萨成佛很困难，就完全失望跟放弃，就说成佛太遥远了，不可能的。如果你升起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种懈怠了，这就叫做自轻的一种懈怠，就是没有信心的自己轻视自己的一种懈怠。因为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哦，其实都具有成佛的潜能，因为我们内心呢都具有这样的我们叫佛性，或者说如来藏。同样，我们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去积聚资粮，也都可以真的修行，你也可以成佛。所以机会真的是掌握在你的手中，那要不要把握，或者说你要不要那样去做到，要不要去精进，那就在于你了。你做跟精进就会成佛，你不做就得不到任何东西。所以你看，世间上也是这样子的，不是吗？这一次我们谈到很多女众的修行，尤其女众的权利地位等等，尤其我们谈到这个尼众，我们说希望能够有平等的和男众一样平等的学习的受教育的机会。那如果尼众我们自身努力
去做到把握这样的机会的话，那么是有可能达成的。不然永远被动着等待别人给予你机会的话，那是永远不会有怎么样的进步的。所以这里谈到精进啊，是很重要的。好的，那大概今天就讲到这里了。